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天线，肯定会用什么东西来掩饰的。这样，你呢就联合郭局在小柳城西关这一带多走访，但要注意，绝对不能打草惊蛇。是。报告。进。主任，林队长发来电报。念。是。计划执行中，雪狼已按计划推进，令鬼枭已俯首。好啊，果然不负众望，能堪此重任。哎，我们有那个防空洞的地图吗？我在档案室找到了，您公目。果然是个保密的好地方。这个防空洞还是我们抗战时特意修建的，空间很大。当时是为了储备战略物资。瓮中捉鳖，果然是一击必杀的好机会。哎，木森有消息了吗？木森已由云南方向入境大陆，但尚未有回复。预估目前已抵达川滇交界。好，看来啊，我们就在这里静候林队长的佳音。季团长，你去休息会儿，我来替你。好，那你帮我记录一下，每5分钟记录一次。没问题，辛苦了。行，那我再拿去计算一下。哎，百惠，我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白杨，水滴工程结束之后，你们还有别的实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其实是想说，你们成功了，是不是就都离开了？感觉这一切像做梦似的，还挺不想让梦袭过来的。这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？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也只是第1步，后面还有第2步、第3步。第2步、第3步我不知道，但是这第1步已经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了。是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在改变。聊什么呢？唉，白慧啊，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之后，我们会离开卢门。是，舍不得你们走。还有一段日子，先过好眼前吧。哦，对了，红梅姐，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爸，帮我跟他报个平安吧。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长时间，我怕他担心。嗯，好。很可能是怀了一个大胖小子，现在4个月了，回去要好好养胎呀。你好好照顾他。好，哎，慢点啊。白大夫，您医术够厉害的。哎呦，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。你这有什么事儿吧？哎，没什么事儿。白慧让我给他带个平安，他在实验场地挺好的，您放心。哎呦，谢谢。小慧这孩子啊，没怎么离开过我，所以我一直也不放心。尤其你们这个搞实验那个小后山，那地方有毒蜘蛛，小慧还最怕这些玩意儿。什么毒蜘蛛？您怎么知道那儿有毒蜘蛛？昨天还有一个人被珊瑚蜘蛛给咬了，他说的就是在这个小后山的南边，这毒蜘蛛啊，就爱待在这潮湿的洞穴里边。什么样的病人？您还有印象吗？熟吗？嗨，我是给人看病，我哪注意这些东西？
庞红梅去了小后山南坡。对，按现在的时间估算，他只要再过一个坡，就有可能发现洞口。他怎么会想到去南坡查看？不能让他坏了我的事。千真万确，白大夫说就在小后山，而且那种毒蜘蛛就爱居住在洞穴里。这件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，通知巡逻大队加大巡逻力度。是。队长，红梅，你们猜怎么着？这厂院门口居然收到了5类的挂号信。什么？从邮戳上看，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。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，卢门没有这个地方。队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百里。丁姐，决定。是。事成之后速逃。队长，这场外的特务不会不知道武瑞已经死了吧？不可能，他们不可能连这个消息都没放出去。队长，这什么意思？主公，太阳，这第一阶段的实验数据啊很不错，但是高温高湿实验又是一场硬仗。是啊，各试验人员提前做好准备，同志们，一会儿密封舱的室温要提高到45摄氏度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模拟潜艇内极端的生存环境，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。10分钟以后，咱们启动高温高湿实验。这种温度，我们要尝试30个小时。赶紧趁着机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，一会儿就没机会了。升温啊！小常，停在32度，半小时之后停在35度。温度突然升得这么高，这是为了模拟在潜艇中出现故障突然升温。35度之后，每小时增加2度。是。主公，这么狭小的空间，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。我也担心，我更心疼。但是，为了新中国的潜艇事业，我们必须坚持。你喝水吗？我不喝，谢谢。从之前感觉啊，这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多么的幸福，你知道吗？
再坚持一下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医护保障小组准备，重复，医护保障小组准备。白大夫，哎呦，黄公安，有什么事儿吧？您帮我看看这个地址。有个人给我们寄信，寄信地址写的是这里。我想着您对龙门熟，您看看您知不知道？卢门市临河区芝麻巷甲13号。哎呦，寄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老这个地址啊？您知道？我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。过去这地方啊，都是做纸马、纸人的丧葬店。40年咱们卢门改市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纸马巷啊，这个名字不吉利，所以就把它改名了，叫什么？叫芝麻巷。现在，但是那地方人气儿一直也不旺，住的很少。这地儿还真挺荒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是啊。多少号？甲13号。甲13？这也没有甲13号。看看。后面。分头行动。没事吧？保留证据。是。扣子的缝法很特别，看来有人故意要针对你。这个汽油瓶一旦砸到你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啊。幸亏竹子倒下发出的声音，否则……我看到了，是有人故意推的。从那个背影上看，像是白大夫。白大夫？我也纳闷呢，他腿脚那么不方便，怎么行动起来这么快？你是说，白大夫救了我？
从时间差上来看，他确实是救了我。不过我不能确定就是他。这么说来，也确实只有白大夫知道我会去那儿。但敌人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？难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什么？还是小后山？队长，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发现小后山有问题。丁姐，巡逻大队加强了没有？加强了，增加了20人，还不够，接着增派，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。是。长官，怎么会突然有声音？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一定有人在帮庞红梅，不然时机太巧了。还有长官，他可撞上你了。我得去会会。炸药给你准备好了，该你的了。是。我们今天啊，一定把这一个区域的工作全部给完成。好吧，好，那大伙就辛苦一下。行，去忙吧。放心吧，李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。励志会说的，就是从这个角到那个角这个区域，从今天的进度看，超额完成应该不成问题。走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一定要把生产搞好，千万注意安全啊！我去找李总啊！哎，好嘞。李总这边，李总说，哟，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？你哪儿不舒服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可能有点着凉了。哦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哎，不对，我走。哎，你怎么走？哎，同志，我们是大华铜厂的，我们这儿有个急诊病人，要到厂医院去瞧瞧，进城太远了。丁官，这有个病人。厉秋晨，哎，你说这厉秋晨真会挑事儿，咱们正忙得脚打后脑勺呢，怎么不去市医院呢？嗨，这不来的时候正处于昏迷呢，我也没敢耽搁，直接就送过来了。高烧、四肢乏力，还有虚汗，昏迷前还有头痛的症状，不排除脑部感染。先观察几天啊。厉先生，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夏院长，厉先生身份特殊，不然等他好一些，我们转个大点的医院。您看，哎，小毛病，不劳烦了，我就在这住着吧。那好，我去安排。庞公安，我只有在咱们厂医院，你才回来看看我。好，那就依你。只是这回，你可别再乱跑了，万一病情加重，就不好治了。说实话，你在这儿，我倒有点不想离开这儿了。厉先生，真是固执。不固执，难成功啊！身子都搞坏了，何谈成功？庞公安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壮哥，这还得挖多久？这可比挖坟盗墓累多了。谁不累？
里面是金山银山，不费力气，你等着天上掉馅饼。啊！干活！哎，我说好了，这样吧，你要再偷懒的话，你这份别要了，给我吧。别干！你别干！别干！干！回来，让我来，看我来，快，哥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怎么了？手都震麻了。那是啥呀，哥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山野。壮哥，咱们挖坟盗墓，也没挖着过这么大的山岩啊。个头还不小。珊珊，药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领导们的药不要弄错了。好，放心吧。我去了啊。好。主公，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。这个时候如果再加入噪音的话，我担心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压力。我们这个实验的测试目的就是要看我们接受的极限，注意保养吧。同志们注意，下面我们要加入潜艇。施主，我们在替未来潜艇官兵感受极限挑战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他们就不用再遭这份罪了。坚持住！加油！坚持住！主公，耿主任，主公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耿主任。怎么样，副主任？具体情况我现在也说不清楚，我建议把楚公送回医院去检查。我没事，这个实验还没有完成，我不能走。楚公，这里没有医疗检查条件，您必须马上回医院做全面的检查。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，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是啊，主公，您不能再任硬请的，你这严重了，这实验怎么办呢？大爷，楚公您说，你来代替我总指挥，一定要把实验进行下去。有事儿多跟媳妇儿商量，实验一定要按计划进行。放心吧，楚公。赶紧安排车送主公回去。走，来，白慧，来。韩车长，拜托了。好。同志们，实验继续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楚公到底是碰到什么东西了，还是被毒物叮咬了？不可能，实验场严格把关，楚公是没有机会接触有害物质的，蚊虫什么的呀，那都消杀好几次了。夏院长，
那楚公到底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呢？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疟疾，生命虽然是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后续的治疗还是要跟上，当然还要看楚公自己的身体反应。疟疾？有什么事办公室说吧。实验场地100多人，怎么就楚公得了疟疾？这没有道理啊！魏同斌已经去调查了，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果。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心，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特务所为，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，直接下毒岂不是更好？队长，厉秋晨前脚住院，楚公后脚就进来了，这中间真的只是巧合？厉秋晨，丁姐，楚公住院不是小事，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盯紧，24小时得有人盯梢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让楚公离那个厉秋晨越远越好。是。炸药。对，炸药呢，只有这一点了。你们炸石头的时候要省着点用，量够就行。剩下的炸药啊，得等到最后那一下。司马哥，你是来让我挖宝贝的，我们赚钱，但是不赔命啊。这是炸药。怎么着？又想赚钱，又怕担责任，有这么好的好事吗？啊？再说了，都55开了，有什么犹豫的？值啊！我说司马，这要真炸了，共产党能不知道？你才干点考虑掉脑袋的事儿。钱儿是好钱儿，俺们有命拿没命花了，俺们折腾啥？司马哥，挖这么多天，一点沾金带银的东西没见到，你老实跟我说，里面到底什么东西？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是国民党带不走的金银财宝。给你那2盒金条是真的，还有那张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地图也在你手里，这骗不了你吧？行了，我呢都已经确认过了，隔壁大华铜矿爆破采矿的时间是每天的上午9点、下午1点、4点准时下，你们只要卡住点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怎么样？干哥，干，豁出去！楚公这个病来得有点蹊跷。那您的意思是人为的？这个不敢断言，但是目前我们用了很多方法，楚公这个病恢复有限。哎，张局长，我建议请白大夫看一下。白大夫？难道这个病还需要针灸吗？我是觉得中医对这个病有独到的处理方式，而且必须尽快。楚公年纪大了，时间长了，我怕他身体吃不消。怎么了？给我吧。给我看着点儿。公姐，公姐，公姐！楚儿，各部门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，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。是，快，走，开门。慢点，小心。公姐，太阳，我还能坚持。不行，你们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，必须马上终止实验。高主任，马上带他们回厂医院接受检查。好的。后面。
这样里面就少了2个人。补充2名女性。丹阳，我来。季专家，我也申请加入。那不行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俩是替补入仓实验人员，而且我们是护士。如果里面再发生什么晕倒的状况，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理。阿慧，进仓没那么简单，你们不懂得如何操作仪器设备，而且还不了解如何观察技术。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懂，贺专家、李专家他们懂就行了，我们可以听从命令。你的问题是，现在需要2名女实验员，而且里面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，请相信我们。丹阳，设备方面，习文赔偿立即在呢。丹阳，好，你们进仓之后，要把自己当做观察对象，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检测项目。没问题。百惠、洛珊珊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你们作为替补队员，准备一下，马上进仓。是。白大夫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这说的什么话？主公，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？碰了什么呀？也没什么呀，就食堂正常的饭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几片药。药？是楚公平时吃的降压药。是。你是说白大夫在芝麻巷有可能救了红梅？是，不仅如此，他似乎暗示我们小后山有问题。这个白大夫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楚公这个病啊，从表面上看，这是犯的是疟疾，可是内在病因呢又很复杂，老毛病啊，正导致你的脏腑失调，阴阳失衡，引起了你的发热，痰湿积瘀，壅恶化热呀。白大夫，你能不能让楚公的病早点好转啊？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，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干嘛非要逼我？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秋。主公啊，我这有药丸，你把它服下去呢，会稍稍缓解的。先服1丸吧，好吧？白大夫，实在抱歉，厂医院有规定，外来药物一定要检测。我明白，明白。可以了吗？谢谢。哎呀，以身试药啊，这是我们中医的老行规，放心啊。白大夫，我还真佩服您了。主公啊，把这丸药服下去啊，你的病啊会得到缓解的。这个呢，我给你放到这儿，记住，1日1次，一次就1丸。等一会儿呢，我再给你开个方子，我得呀给你通通经络的。白大夫，您救了纪丹阳，还为我这么费心，真得感谢您啊！哎呀，主公，人命之重啊，有贵千金，一方几之，得益于此，何必客气呢？啊，是。王护士，厉先生，楚公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白大夫正在给楚公治疗呢。哎，红梅，
辛苦一点，主要是保护楚公的安全。没事记住，千万不能让他休息。哎呀，白大夫这扎完了，还真是轻省了不少。张局长，夏院长，楚公这个病嘛，是需要好好休息的。你们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？需要这样吗？还是安静的好吧？好，白大夫，我会安排的。那楚公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啊？只要楚公能按照我说的好好服药，我保证他7天就有效果。白大夫，这个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？我这儿还有重要的实验要做。哎呦，楚公，实验很重要，你的身体不重要了。不是我吓唬你，不好好的服药，你这病可是随时要复发的。听我的吧，好好服药啊。好。张局长留步了。好，您慢走，小刘送一下。是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上次就是白大夫提醒我们，小后山有毒虫，刚刚又说楚公需要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，是不是又是一个暗示？难道白大夫怀疑厂医院也不安全？楚公身为总工是不能大意的，东升你安排一下。是。接下来负荷训练，计时5分钟，跟我一起做，计时开始，来，动作标准，脚抬起来，加油，坚持住。感觉像在酷暑炎热、拥挤的公交车里蹬单车。我感觉这密闭舱就像一个沙丁鱼罐头。大阳，大阳，哎，谢谢。你都多长时间没合眼了，扛得住吗？睡不着啊。罐头里的沙丁鱼被压缩在这个罐头里，我现在好想跳进龙河里面去游泳。我也想。怎么让白慧和洛珊珊进入密封舱了？他们都是替补入舱的实验员，而且还是医护人员。若是里面一旦有什么意外，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。哎呀，百惠，我坚持不住了，这怎么在外面看起来挺轻松的，到里面这么困难呢？哎呀，百惠，坚持住！哎呀！白大夫，出诊去了。以白大夫的医术，一定是药到病除了吧？治病嘛，下药不能太急，否则适得其反。今天我这也没带钱，药拿回去吧。不，先赊着。白大夫是个很讲信用的人。芝麻巷的事，你计划的？当然。看来你果然不是雪狼。你质疑我？哎，龙河水深，以我对雪狼的了解，它是属泥鳅的，不会在水面上翻浪花的。芝麻巷行事之人，是不知龙河深浅的人所为。你也属于后者。你的话听着太绕了，直说吧，楚怀秋什么时候死？这个事情我只能跟雪狼说，跟你说不上。记住，楚怀秋必须死，不然你和你女儿总有一个要出事。走着瞧。
我没事，咋样了？炸开了。去。柯主任，哎，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？没感觉到吗？所有人，检查仪器。正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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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丹阳，设备正常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感觉刚才晃了一下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是不是隔壁大华铜矿正在爆破？我马上派人去查。好。厉先生，张护士，那楚公住院怎么还有守卫啊？我看那窗户都遮着呢。哦，可能治疗需要吧。什么病啊？不知道，反正现在是有专人护理，我们都进不去。凯霞，哎，郑护士，楚公药换了吗？嗯，刚换完。先去忙了。上次我也是这样，上次训练完之后，我整个身上都不舒服。在这个舱，你能看见一个三角支架，我也安装了一个卡扣，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。白慧，好累呀。深蹲啊之类的啊，核心这个地方一定要收紧。是这样啊，对。一看这个数的数值，得出结论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神秘空舱里空气含量异常，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含量猛增，实时监测。是。有这么事儿啊？着火了！应急人员，马上把水放到裤子舱。是。不能让灭火器，否则空气会被严重污染。我们得用水浇，去拿水。拿水，快，拿水。丹阳，舱内空气已经被污染了，实验还能继续吗？是啊，谢专家，这样的空气质量对人体的呼吸系统伤害是会很大的。怎么会着火的？舱内人员注意，实验终止。舱内人员注意，所有人员撤到过渡舱。所有人员撤到过渡舱。待空气净化后，实验重新开始。丹阳，实验绝对不能中断，潜艇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。我建议继续实验。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冒险。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。希文，丹阳，请相信我们。好。大家都听我说，都快点坐好。学成，将空气滤清系统调节到最大值，实时监测空气数值。是。补款票
我身上这个味道，就跟凡尔赛的酸菜似的。哦，那太好了！我觉得再加点灯笼辣椒啊，那味道肯定更好。韩厂长，韩厂长，行，楚公，实验怎么样？实验舱内生活区的隔音材料发生了不明火灾，已经扑灭了，可是呢，舱内的空气被污染了。季丹阳和贺希文他们还是决定实验继续进行。所有的数据都是准确的呀，怎么会发生火灾呢？实验前，安保技术小组也反复检查过，不应该发生的。如果继续实验，我们自己设计的封闭式空气滤清调节系统要经受严峻的考验了。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起火？会不会跟高温实验有关？这舱内的温度只达到了45度，按照设计标准，不可能引起燃烧。咱们这里有火源吗？怎么可能？所有人进舱之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。季站长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刚刚，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封闭式空气滤清调节系统发挥了强大的功效。现在实验舱内的空气指标已经恢复正常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师傅。牛啊！厉先生，病房的药配完了吗？输液瓶没有换。厉先生，啊，张护士，麻烦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吧。厉先生出院了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以后有时间啊，来我们东方农场玩，摘点新鲜蔬菜。好啊。顾处，你帮我盯一下，我去检查一下捕食设备。好，没问题。经过省里的专家化验鉴定，楚公那天吃的药里有一种罕见的病毒。什么？现在实验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，我们必须得马上排查，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，不能干涉实验的正常进行。是。是。葛主任。哦。葛主任。陈公安、庞公安，正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。楚公的药平时是你在负责？之前都是骆珊珊在负责，自从他跟白慧进舱之后，就由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负责。意思是楚公那天吃的药一直都是由骆珊珊分？是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儿，您忙。好。这怎么会有震荡？是不是设备有问题？应该不会，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。哦，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华铜矿爆破引起的震动。它每天爆破时间表我们都已经掌握了。大华铜矿的爆炸震波能传到这儿吗？队长，我去看看。好。
飞扬，看什么呢？看，这个雾状烟圈，这是涡旋现象，涡旋现象就是流体的一种运动。这按理说，这洞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，出现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，墙壁上应该会有裂缝，裂缝连接着另外的空洞，空洞里面的烟雾被突然的气压所压迫。简单点跟你说吧，吐烟圈，理解了吧？这个洞里都仔细检查过，按理来讲不应该啊。手电筒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这里头黑，你小心点啊！混凝土墙面，哥，这墙后边就是了。就是这儿，赶紧着急往大炮眼炸开它，要发大财了。同志们，封闭舱的试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，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。现在，把能够调动的公安力量全部都集中到小后山南坡，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洞口，排除一切可疑的隐患，立即执行。是。注意安全，这路滑，你看咱们这个刚下雨，这旁边有这个长虫啊、毒蜘蛛了，都小心一点啊。这山上啊没有山洞，这山洞一般在半山腰或者在山下。啊，好的，谢谢你啊，那不客气，那你们注意安全，谢谢。好。走，我们去下面看看，都跟上。是。哎，慢点啊，来跟上。哎，慢点。这片啊，在过去打仗的时候啊，倒是有几个防空洞，后来国家都给处理了，现在还有1、2个也都荒废了。下去给我看看。来，去那边看看。何专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恍惚，可能是温度刚降下来，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。我给你捏一下。老朱，哎，一会儿你把引线弄长一点啊。好，控制好时机。另外，3分钟以后爆炸。好嘞。这炸头都用上了，不能把这炸塌了，把男人埋这里边吧。放心，我会的。一会儿咱们到门口那拐角处，那地方安全。炸脆挺好，炸开以后，靠那金子上睡觉。老朱，给个电话。好。
准备。怎么会有那么多脚印？走，进去看看。是。天。 应该就是这里。走，进山洞。把手电关了。走。别动！别动！队长！别动！别动！队长！队长！你们干什么的？ 坏了！带他们吃下去，快！你们撤！闪开！我来。戴阳，我看你状态不太好，你休息一下吧。希文他们还在坚持，咱们有什么资格休息啊？师姐，你看，入仓后你会见到一个拱柱，底下固定的卡扣我动了手脚，你要找个时机把卡扣拧松，拱就会泄漏。记什么呢？我实时观察一下湿度。喜文姐让我记仔细点儿。你现在进步可真快，都能替喜文姐了。还不是喜文姐教的好。那我以后也要多跟她请教请教。我可要记仔细点儿，可不能再出差错了。通过突审李大壮，现在可以确定雇佣他们破坏山洞的就是刘思毛。这个刘思毛原来是咱们厂的水电工，现在已经被调到市政去了。要不是季丹瑶发现这个涡旋现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。队长，红梅，怎么样？这刘思毛啊，还是让他给跑了。这些啊，都是他家里搜出来的。队长，您还记得这赖广润家的报纸吗？都是他送的。
原来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就是他。这么说来，他是负责传递情报的，说不定顺着他，能摸出雪狼是谁。还有，这还有个五线谱。又是五线谱。我也纳闷了，这刘四毛的样子也不像是懂音乐的呀。丁杰，把这个五线谱交给团委的孙干事，让他去看一看。是，还有这衣服。好，红梅啊，实验还剩下最后4天，你去实验场确保实验能够顺利结束。是。丁姐，你看看这个扣子的缝法，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这个扣子的缝法就是那件烧了一半衣服的缝法。一个扣子是偶然，2个扣子绝对不是偶然。丁姐，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。是。旁观。帮我倒杯水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啊。红梅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半天了，还给你倒了杯水。哦，快忙。好。报告，舱内拱锥设定装置启动，发生拱泄漏，舱内发生拱泄漏。隔断舱门，马上监测空气数据。总指挥，空气质量下降5个点。总指挥，希文，马上带实验人员撤到过渡舱，等待指示。是。所有人撤出过渡舱，快！珊珊，走。快走！快走！孔仙路，这意味着我们坚持16天的密闭舱的实验，可能就要彻底失败了。你让我进吧，你让我可以出来进来。这是命令。总指挥，汞每分钟挥发1.8毫克，温度每升高10度，提高1.2倍，人在密封舱极度危险，请指示。应急人员马上准备。总指挥，空气质量又下降10个点。希文，实验终止，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实验舱。重复，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。这就意味着实验全部失败，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。实验失败可以2次实验，但我绝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。糟了，希文还在舱内擦水银。希文，听到我的话，马上撤出来。希文，听到我的话，马上撤出来。和希文撤出来，这是命令。不行，我如果这时候撤出去，我们的努力真就付诸东流了。打开舱门，擦拭水银。我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，3分钟之后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所有人员马上撤出。你是总指挥，这不能没有你。我去。
红梅，总指挥，这个怎么办？关闭空气内循环，所有人将温度马上降低，打开舱门应急开关。你们不出去！布满龙梁，心之所向，巍巍山岗，越过山岗，再跋涉水长。人过的痛，不必向谁讲。我的伤凝固成勋章，你去垦荒，暗涌我来到闪耀的光，用这一生去守望，守望的地方。叫做故乡，守望种下梦的土壤，会盛开最美好的时光。如你我所望。应急小组准备就绪，请指示。马上进舱！耳边所到是风雨交响，沉默如倒计时1分30秒，倒计时1分30秒。各部门注意，各部门注意，马上执行应急六号方案，马上执行应急6号方案。是。不朽信仰，平凡此生。旁观，旁观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我没事，实验要恢复，尽快。季专家，你在这看着，我送他去医院。来，辛苦了。倒计时还剩40秒，倒计时还剩40秒。40秒之内必须清理干净，我们的实验绝不能失败。报告总指挥，清理完毕。空气滤清系统开到最大值，排除有害气体。实时监测数据，1个小时之后如果恢复正常，实验继续进行。何希文，现在马上离开实验舱，去厂医院接受检查。我没事，实验到了最后阶段，绝对不能半途而废。你是总指挥官，不用顾虑我。身体如果有任何不适，第一时间跟我汇报。明白。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头晕，没事的。报告总指挥，查清楚了。总支风口的螺丝松动导致汞泄漏。螺丝松动？对。螺丝。童斌，把洛珊珊叫出来问话。是。童斌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给楚工的药有没有问题？药我是从医院拿过来的呀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珊珊。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身检查，请你配合。队长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的东西啊！很抱歉，
我们需要带你回去问话。小芳，带他先去换个衣服。是。童斌，把白慧也带回厂医院检查身体。另外，请夏院长按实际情况做后备人员的换岗。是。去吧。没多大事儿，怎么把白大夫也惊动了？你都汞中毒了，我这不得请白大夫过来好好给你看看吗？中毒以后啊，处理的及时，已无大碍，但是得休养2天。催吐之后呢，得养养肠胃。实验舱怎么会中毒啊？啊，可能是特务搞的破坏。小慧没什么事吧？放心吧，他们很安全。把这个交给医院，按照这个抓。好的。啊。那庞公安，那你就安心养病，我先走了啊。让您费心了，白大夫。辛苦了，白大夫。好好照顾他。哎，再见。白大夫听到特务不正常。你也看出来了。罗珊珊同志，哭解决不了问题，这个扳手到底是不是你的？真不是我的，我怎么会带这种东西进去啊？你很清楚实验的重要性，汞泄漏到底怎么回事？扳手不是你的，它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身上？我不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它，它为什么会在我兜里，我都不知道。白大夫，哎呀，葛主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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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你没在实验室吗？啊，我回来取点东西。哦，您呢？哎呀，你们厂领导让我过来，给庞公安瞧瞧他身体恢复情况。这就对了，关键时刻还得让您出手啊。哎呀，哪里，你们厂呀，医院诊疗及时啊，我过来就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。您别谦虚了。葛主任，你就说咱们这次这个实验吧。方方面面准备的多充分呢，可是没想到这庞公安他还是中毒了。哎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。这实验突发状况也多，我们也不想。我们家小慧这次表现还好吧？您放心吧，白慧表现特别好，关键时刻冲锋上前，她还主动要求进实验舱参与实验呢。啊，她进实验舱了吗？不过您放心，他已经被正常轮换出来了。哦，不过参加完实验的人呢，都需要做一个例行的身体检查，检查没有问题了，就可以回家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哦，白大夫，庞公安没事了吧？没什么大问题。其实汞中毒啊，你们西医是更有效的。庞公安这次这算是事故，但楚公，你说他怎么会突然倒下了？这让我有点想不通啊。楚公啊，工作太忙，常年操劳，又缺乏运动，身体素质呢就比较差。这次的实验他又非常的重视，呕心沥血，没日没夜的，这不累的病倒。哎呀，葛主任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哦，这我可以说吗？啊，您说。我给楚公号过脉了，他这身体可不像你说的是那么弱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当然，葛主任，我相信你的医术，这是没问题的。我是说楚公，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？
病从口入啊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根本不可能啊！楚公的健康情况是我们严格监控的。您可能不知道，有几次楚公就是因为操劳过度就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了，都是我们参与的抢救和治疗。白大夫，这个实验啊是国家级的重点项目，楚公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那可是举足轻重的，他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啊。那是。所以您刚才的那些话可不能随便说。不是，柯主任，我不是乱说。白大夫，我对楚公病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，我是可以负责任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探讨啊，回头有时间我好好的向您请教。我还有急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忙，你忙。再见啊。我们到底还要待多久？别紧张，不要去算这些，越是算时间的事儿，时间就会过得越慢。别跟我扯什么相对论，我真的快熬不住了。是不是呢？来，各位同志，打起精神，开始复合训练，计时3分钟，大家坐好。省政同志，我们是人，不是机器，大家的体能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距离实验结束就剩最后3天了，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。我们可以，希儿，你不行。你在造这个密闭舱的时候，你的体能已经透支了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我说过，我们的身体就是数据。继续。好，大家跟我一起做，预备，开始。到这个时候了，我真的担心他们会倒下几个人。现在只有坚持，没有别的办法。火是血液的火，滚烫汹涌，流动像痴心的归属。当初我刚回国的时候，从来没想过会经历这些。我只是一名学者，我的老师告诉我，数字是冰冷的，它是一个又一个的难题，从来不会跟人类讲感情。但是今天，我想说，无论宇宙中有多少难题，无论它们多神秘、多深奥，无论这些规律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是否息息相关，但我们总有一天要去认知、去解答、去征服。就像这次实验一样，我看到了我们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坚持。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，走到了如今这一步。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。是我们让那些冰冷的数字、定律、规律也迸发出了热情和能量。就是前面那一家裁缝铺。好嘞。店主手艺可好了，好多人都去他们家做衣服呢。你看，那不就他们家？
他是这样缝扣子的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同志。没事。白大夫，你怎么敢来这儿找我？我都敢去杀楚怀秋，我还有什么不敢来找你的？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，我家小慧在里边，差点被你们害死。